我喺香港認識一位西醫，姓廖，佢講咗一段個人不可思議嘅親身經歷俾我知。大約喺1978年有一日，護士話剛剛收到一個電話，鄰近學校有4個學生暈咗，正在送嚟診所途中。當時有好幾宗實驗室氣體中毒事件，護士話好可能又係另一宗。及至學生被送嚟嘅時候，原來發覺唔係氣體中毒，而係4個女學生俾鬼嚇到暈咗。原來呢一班中二女學生喺小息嘅時候喺洗手間裏邊玩碟仙，有一位陳同學見到2隻鬼面目猙獰喺旁邊睇住佢哋玩碟仙，於是佢大呼有鬼，其他同學大驚失色，奔跑出洗手間。其中一位趙同學到現時仍然感覺俾鬼跟住。另外2個同學乜嘢都見唔到，但係嚇到暈咗。廖醫生先接見到鬼嗰位陳同學，據佢講，當佢哋玩碟仙嘅時候，突然見到一男一女2隻鬼嘅頭飄游喺半空之中，睇住佢哋玩碟仙。其他同學就見唔到。廖醫生又接見趙同學，趙同學話佢冇見到鬼，但係好清晰咁感覺到有一隻鬼從學校嘅洗手間一出嚟就跟住佢，直到而家仍然跟住佢，仲喺佢背後添。醫學可以對治疾病，但係對呢2位同學見鬼嘅情況就好難發揮作用嘅。於是廖醫生打算同2位同學多談幾句，可能會令佢哋恐懼嘅心情得以平復落嚟。於是乎，廖醫生同4位同學將話題轉到宗教上邊。廖醫生問啦：你哋有冇宗教信仰呢？趙同學就答啦：冇，不過父母拜祖先，喺屋企安有祖先牌位。廖醫生就問啦：咁有冇供奉觀世音菩薩呢？趙同學話：有，但係我唔信佛嘅，只係跟隨父母拜下啫。後來廖醫生再問趙同學，跟住佢嗰隻鬼仲有冇喺佢背後？趙同學話：冇啦，佢走咗啦。趙醫生就話啦：你剛才話由學校洗手間發現有鬼，到現在嗰隻鬼一直跟住你喺你後邊，咁而家點解話冇呢？趙同學好肯定咁講：佢走咗啦。當你講觀世音菩薩嗰句話嘅時候，隻鬼突然走咗啦。廖醫生同同學交談不過係10幾分鐘，只講過一次觀世音菩薩。點解一講觀世音菩薩，隻鬼就會立刻離開趙同學呢？各位，根據佛經所述，當人一念稱頌佛菩薩聖號嘅時候，佛菩薩就即時給予加持，產生慈光。而鬼界係屬於陰暗之物，唔可以忍受光明，所以必然會離去嘅。呢一段學生被鬼迷，一句觀世音菩薩能驅逐鬼嘅實錄，記述喺現今香港念佛感應見聞錄裏邊嘅。